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是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股市走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市场全天震荡走高，创业板指数领涨，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29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1344亿，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上涨只有1000多只下跌就是涨多跌少。截至收盘，沪指涨0.43%，深成指涨0.65%，创业板指数涨1.07%。领涨的是创新药概念股。虽然这个创新药行业这两天比较火爆，但是新浪证券报道实控人被查，创始人离场，中国创新药行业冰火两重天。这个文章说中国创新药行业正经历冰火两重天，火热的一面，创新药全球授权交易频频刷新纪录，中国创新药正在经历价值重估的烈火喷油时刻。这个烈火喷油好像《红楼梦》里经常用到烈火喷油。2025年截至5月30日，创新药板块年内平均涨幅超过50%，多家药企以股价翻倍成为亮眼的星。这是火热的一面。冰水的一面呢，在这场狂欢背后，药企创始人正在频繁主动被动的成为社会新闻的焦点。说创始人与董事会有矛盾从而离场的有5月30日永泰生物发布公告，宣布公司核心创始人王瑜博士已提交辞呈，将辞去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及首席科技官职务。创始人把自己给炒了辞职自2025年6月25日起生效。实控人被调查的包括2025年5月5号永安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勇因涉嫌严重违法被鹤峰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5月7日，浩海生科宣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蒋伟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5月9号，迈威生物公告称，董事长因涉嫌短线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这个创始人把自己从公司里面给排挤出去了，这个其实也并不少见我记得那个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他不就曾经离开了苹果吗？后来又回来了那这次永泰生物创始人为什么离场呢？大概率是利益分配相关的。在公告中，永泰生物表示，王瑜博士辞任原因是因为与董事会有分歧。在这个辞任函件中王瑜说董事会于2025年4月28日审议通过的内控管理权限规定，严重违反本人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首席执行官经营管理权限的明确约定，导致劳动合同实质性失效。某董事长长期旅居海外，无法有效履责，却干预公司运营。某两位董事因股东易主，已不能代表公司任何股东利益，但仍占据董事会席位，此举已严重违反治理准则，董事会治理势能与公司愿景背离。对此永泰生物在公告中表示，董事会认为上述指控毫无根据，也就是这个董事长跟首席执行官创始人之间发生矛盾，这个是利益分配不中那么其他的呢，那些董事长和创始人被立案的那都是犯法违法违规正在接受调查。可见创新药这个行业这个水到底有多深，看好创新药行业还要擦亮眼睛呢。我们再看看这个上证报报道说，但兵回应美股暴跌致产品大幅回撤。东方港湾创始人但兵表示2月底自己就卖出了70%的持仓，只保留了除特斯拉以外美股科技6巨头，也就是特斯拉他也清仓了7大科技股，他买了特斯拉之外的6个，但由于担心错失人工智能时代，很快又买进去了，导致净值回撤较大。也就是即便这么牛的这个私募管理人对吧，东方港湾的创始人也被这个美股走势搓得不行进出的，现在净值回撤较大，也就是对吧，赔的比较多但是说业绩压力并没有改变但兵对美股的乐观预期，其在最新发声中更是直言，如果新关税实施后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美股会重回牛市。
就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东方港湾这个淡兵的这个遭遇啊，对吧？也实际上就是说明了，即便炒美股啊，也不是说你保证就能赚钱，保不齐你就赔钱了。这个东方港湾管理的这个资金啊，可以说在前年还有22年就已经主要是买美股，这个他自己啊也多次这个声明，看好那个英伟达。所以说在这个前2年啊，胡适不行的时候，这个东方港湾这个私募的这个表现呢，在私募基金里面一直排在前面，它是得益于这个美股上涨，美国的牛市。但是今年你看看，特朗普一上台之后，美股上下震荡，这么震荡2下，东方港湾就开始赔钱了，净值回撤较大。这个恰恰就说明啊，即便是美股，对吧？我们说美股相对规范，更像个投资市场，但是也不是没有风险。更何况胡适啊，你看胡适炒的都是什么呢？炒的都是概念，胡适都是讲个故事，股价一起来，大股东创始人赶紧减持。我们再看看这个媒体报道啊，曾经掌控3家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近2000亿元的东旭系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因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多项违规行为，最终受到监管重罚。6月6日，根据河北证监局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东旭集团及实控人李兆廷等责任人开出合计12.4亿元的罚单，对东旭光电及相关当事人罚款超4.2亿元。同时，李兆廷也被终身市场禁入。此次东旭系合计被罚16.6亿元，创造今年 A 股市场监管处罚的记录，破纪录了啊！对这个东旭系啊处罚，这个经常炒股的人应该知道，东旭光电那可是胡适里面也是概念特别多的一个上市公司啊，股价走的也是比较妖啊，什么概念它都能蹭得上，什么火什么热的就蹭什么。这一次啊被处罚，创造了胡适罚款最高纪录16亿啊，这个是真正的让他倾家荡产了。这个东旭系这场横跨2015年至2019年的系统性财务造假，虚增收入646亿元，虚增利润208亿元啊，最终导致东旭光电、东旭蓝天2家上市公司退市，同时也将旗下的公募基金机构啊叫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拖入泥塘。东旭集团是金鹰基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66.2%。不过东旭集团持有的金鹰基金股权被冻结，涉及金额超3.4亿元，冻结期限长达4年。而股权穿透后，李兆廷不仅是公司实控人，还兼任金鹰基金董事。此次被市场终身禁入后，其在金鹰基金的任职已岌岌可危啊，具体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报道啊。总之，这个东旭集团财务造假，还牵涉到2家上市公司、1家基金，虚增收入600-700亿啊，这什么概念？胡适还有多少家这样的公司呢？对吧？没查之前，一个个的光鲜亮丽，对吧？什么概念都有，只要一查，立马就是财务造假、欺诈上市啊。所以胡适啊，就是一些诈骗犯的聚集地。这么说也不算过分呢，至少说明胡适这个诈骗犯比例比较高啊。说到这个诈骗啊，今天我看那个北京警方公布了一起新型电信网络诈骗。这个我记得以前网上有个段子，有个梗，对吧？是说一个女的拎着一筐鸡蛋，结果走路啊碰到一个坏人，那坏人上去就威胁这个女的，要强奸这个女的。结果这女的刚开始好害怕，后来一听说她要办事，那女的说：“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我还以为抢鸡蛋呢，不就这点事儿吗？只要不抢鸡蛋都好说啊。”你能想象吗？这个骗子把你手机骗走了，他不是要手机，他是要你的电话号码，要用你的电话卡，所以这叫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大家看视频啊。智能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但在涉密场所，智能手机往往会被限制使用，甚至禁止带入。而个别不法分子就在这方面动起了歪脑筋。在北京警方近日公布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中，犯罪嫌疑人以防止泄密需集中保管他人手机为借口，利用他人手机卡实施诈骗。在北京务工的老李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老李是一名在北京的务工人员。当天早上6点多，他在某零工市场等活时，碰到一名男子正在为某公园临时招收清洁工。有干清洁活的吧，一天12个小时，管一顿饭吃，给多少钱？130。我问的是啥活，他是捡烟斗，他问我上干不干，我说干，然后我就跟他上车了。被这份工作吸引的还有另外几十名工人，他们和老李一起坐车去往大兴区的某处郊野公园。到公园时，已经有2名自称中介的人等在了现场。他们说，园方不允许拍照，所以在开始干活前，所有人都得上交手机，统一保管。
也没啥理由，你就收手机，就几个人搁那溜达钓鱼啥的，有啥拍的？他说我们这公司不要带手机。面对大家的质疑，这2名所谓的中介表示，这是公园领导的要求，如果不交手机，今天的活儿就甭干了。尽管不太情愿，但包括老李在内的大多数人还是决定留下来。随后，这2人就开始收取工人的手机。他们就怕有落下的，一个查完对人头，把我手机藏起来都给我收走了，装上盒子扔在车上，我拉走了。按照约定，工人们当天应该在公园内打扫卫生，但这几个人离开时却没有给大家分配具体的工作，连个工具都没留下。发没发你什么笤帚啊什么的？啥也没发。你们当时有没有问说那现在开始我们怎么个干活或者分工？你们有没有问过他？没人管那事，搁河道里边瞎溜达一天。老李告诉记者，除了中午吃了一顿送来的盒饭，整整1天，他和工友们在公园里没有任何活儿可干。晚上8点，2名所谓的中介回来了，他们给工人们结算工资后，就把早上收走的手机还给了大家。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打开微信，微信不能用，完一打电话打不出去，干活的47个全疯了。虽然轻松赚到了130块钱的工资，但老李却发现自己的手机用不了了，而且很多工友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于是大家决定立即报警。那一天一共是47个工人，涉及一共51个号码，他们就是组团的到派出所去做了一个报案，是因为这个人员涉及比较多，然后呢，咱们分局也比较这个敏感敏锐，第一时间也跟我们做了一个上报，所以我们总队这块比较关注，然后第一时间跟进。根据经验，警方判断，这51个手机号码大概率是触发了电信运营商的警报系统，被认定存在高风险后被紧急停机。为了印证这个判断，警方对这些号码进行了初步调查。因为它事发当天，这些号码都集中在这个马驹桥地区的一个公寓的一个位置。我们也是通过分析它的一个呼出行为，也发现这些号码在当时有一个集中外呼的一个情况，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电诈案件。然后呢，利用这些号码做一个转接外呼的这么一个通话特征。这些人的号码肯定是被盗接了。民警告诉记者，51个号码中有36个号码归属地为北京。案发后，北京警方调取了这36个号码的话单，并进行了统计。统计的结果让办案民警大吃一惊。从当天早上8点到晚上20点的12个小时内，36个手机号码向外拨打了7000多通电话，涉及全国多个省份。因为我们没法获悉到他实际的通话内容，就是他的对端号码都是一些潜在的这个受害人，所以我们对这些潜在的受害人，第一时间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一个这个预警。结合后续这个几起案件的事主报案材料，我们也是获知，就是他当时这个电话打过来是以这个冒充一些客服，然后呢以这些退费的这些理由然后这个实施的一些诈骗。按照话单上的号码，北京警方迅速启动电信诈骗紧急劝阻机制，逐一对当天接到诈骗电话的群众进行预警。与此同时，根据报案工人的描述以及相关的取证调查，侦查员很快将涉案的4名人员抓获。在审讯中，他们承认收取工人手机后，其中的手机卡被他们私自拔出，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北京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首先第一个说明这些诈骗分子诈骗犯铤而走险，他知道这种诈骗那很快被抓住对吧？你人都出来了，你去劳务市场找人，完了之后把人家手机拿着去，把手机卡拔出来，用人家手机卡去，这个可以接近于抢劫，都不叫诈骗。完了还把手机给人送回来了，这个可以叫蠢贼你往哪儿跑你跑不了的，对吧？一下就锁定。这第一个那为什么这么蠢的办法他都想出来了呢？也就说明没办法了，被逼的。但凡还有这
什么好办法，他也不至于想这么蠢的办法。第二个说明这个电信运营商啊，问题都出在他那儿。只要电信运营商想办法，这种诈骗呢一定能杜绝。为什么呢？36个号码，12个小时里面向外拨打7000个电话，也就是每部电话呀，每个卡每个号码向外呼叫200次，在12小时里面，导致这个手机号被封。为什么要打200个呢？像这种你完全可以20个就封，或者就是50个你就封，对吧？如果打50个电话你就封的话，那么就会加大他们的这个违法犯罪成本，对吧？或者你打10个电话就封，2小时以后再解开，然后一天如果打超过30个电话或者50个电话，你这手机号就给你强行给你封掉。也就是说只要运营商的想办法，他一定能把这个规避掉的，他就是不愿意。这也涉及到运营商的利益。你现在都已经不用电话，也不用发短信了，运营商都没有收入啊，他只能靠流量。现在谁还发短信呢？我记得前不久是泰国还是印尼，反正那个东南亚那边是哪个国家为了打击这个电信诈骗，他就搞了一个先行赔付，就是运营商和银行，只要这个人被骗了，运营商和银行呢先给人赔钱，一下把电信诈骗就堵住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咱们这个电信诈骗屡禁不绝，下了这么大功夫。还有那么多诈骗，我今天看网上这2天不是高考吗？很多考生都收到那个短信提醒说几点几分你在哪个考场向左前方或者什么哪方，就是这个就相当于偷看别人试卷，被这个监控拍下来了。你说考生多紧张吧？谁知道对吧？有没有偶尔看那边考试的时候就收到这么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你要一紧张你拨回去或者按照他操作，马上就要上当，这就是电信诈骗了，对吧？把手都伸向了这个高考的考生。你为什么这种诈骗屡禁不止？就是运营商我觉得运营商只要想杜绝，一定能杜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